啊，有。南天饭店，阮第一是伊算做主神啦。哦，是。啊，伊是迄个，伊讲哦，做春秋时代吼，因为迄范蠡啦。啊，原来是哦。有。哦，哎，足出名的呢。系啊。经商做到成为大富翁诶。有。哦。来遮做主神啦。哦。拢来遮反对哦。那会安富翁呢，大富翁呢，大富翁的财神爷。系啊。哦，真好，感恩啊！啊，有胡帅关圣帝君扶佑帝君李先祖，啊，佫有司命真君赵君诶，王天君、刘青君吼。哦，有，是啊。啊，本来就3楼啊呢。我去3楼。哦，是。感恩啊！拢有咧参加活动诶呢。无，迄个迄个，我南天饭店馆咧，算阮咧做正教堂咧，算主神嘛。是。啊，伊有交代要创啊，我就做安尼啦。是。对。我想讲人新年啦，迄老热咧，敢有咧参加？咧温泉？没有。因为我这比较较，我这是纯粹来修身养性的啦。啊，对医法我较无兴趣啦。啊，静态的对，好。啊，就算暖堂啦吼。安尼暖堂安尼，拢春秋大义的拢。拢儒家思想为主的款。阮主中心的中，啊个义。中义，中医，都是观光的中医。是。我这下开始，我就是讲行这条路。是。所以我就较无含遮吼，安尼。是。来，阮拄老家就拄好，阮就没关系。是啊，迄静啊吼。这算做种胡乱度作款式啦吼。是啊。啊，胡乱度作偌济钟啊？60钟啊吼，64年起。我就开始拢有咧胡乱度作啊，拢咧拄着时啦吼，初时啦、10时啦、20时啦。哦，较早，即摆吼，这经验较少，我较早我是讲1、4、7。哦，遐济。1、4、7，1个月都9工。哦，伊早遐接了了，遐接了哦。啊，即摆。哦，早期那么多了哦。1、4、7哦，那1个月3、9次了哦。哦，是真用心。所以说，大家人较济啦。啊，安尼胡乱著作的册咯，几十本了。我是无遐济啦，我是拢安尼用去，会使我用安尼个。黄老师甲你翕目镜啊吼，翕黄老师目镜啊吼。我这歹看啦。啊好啦，足庄严诶。没有。黄老师，你抄迄字抄几十档啊？无，我抄是另外抄，我是传达的。哦，传达哦。我传达写互看安尼个。你在看迄字，才看有迄草书呢？没，无啊，我传达出去呀，算胡乱的，胡乱的。你孪生哦？孪生啊。胡乱的，我咧你交代上我写啊，互因记录啊。孪生哦。有，我算传达。传达。有。安尼敢有算激动？嘛毋是。算咱灵媒啦。咱讲是文机的文呢。这是文机的，机动是跳的。是，爱讲文机的。文机的啦，对啊。文机的著作的啊，胡乱呢。款式安尼。是。黄先生啦，黄老师啦。黄老师啊。咱贵姓呢？姓赵，赵子龙的赵啦。无啦，感恩啦，欢迎显万皇帝，草头黄先生呢。优秀。感恩啊！来这学习袂歹哦。